徛在地看世界，来看美国的总统大选的结果也是无明朗。目前包括宾州等5个州的计算票数的工作，拢要搁咧进行。川普虽然伫其中几内个州的得票率领先拜登，也毋过双方的差距当咧缩小。拜登嘛，伫美国东岸时间初5的下晡，再一次伫德拉瓦州发表着简短谈话。伊讲每一张有效的选票拢要来计算，而且呼吁所有的人保持冷静。另外，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来表示，希望美国这届的总统大选平稳顺利，嘛期待美国后一任的总统甲中国是为同一个方向向前行。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也未明朗，目前全美国也有宾州、北卡罗来纳、乔治亚、内华达甲阿拉斯加算票工作要伫进行。其中拜登今日伫内华达的得票率甲普选票赢过川普，其他4个州拢是川普暂时领先，也毋过双方是愈差愈少。选举结果无明朗，川普甲拜登的支持者情绪拢真紧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昨伫德拉瓦竞选总部发表简单的讲话，表示讲伊甲副手贺锦丽一定会被宣布为胜选者，并且强调选票是神圣的。Each ballot must be counted,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see going through now. 拜登呼吁讲爱冷静，爱有耐心。I ask everyone to stay calm, all the people to stay calm. The process is working. The count is being completed, and we'll know very soon. 若讲到大选的结果，什么时阵会公布？恐惊美国人爱搁等一段时间，因为内华达已经表示讲，爱等到当地时间初6，差不多是台湾时间明仔载透早，才会搁公布最新的算票数字。再加上部分的州有规定，禁止伫投票日进前处理用家的选票，去牵着算票的天数，才会造成宾州等有5个州一直无法度完成算票的工作。